30载铁轨飞驰，从绿皮朴素列车穿山越岭到高铁动车风驰电掣，30载岁月奔流，从港商单向北上到内地和香港资源互补，双向共赢。它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贸线、民生线，牢牢锁住内地与香港的商贸脉络与人文纽带。今天，循着铁轨脉络，我們走進3位見證者，聆聽這條路上最鮮活的時光。香港西九龍70年代我哋去廣州呢，哇，係一件好大嘅製作嚟嘅，差唔多呢，早起身就要準備去廣州噶啦。基本上我覺得當時要花嘅時間都有7-8個鐘頭。隨住80年代嘅開始，我哋亦都係乘坐直通車去到廣州進行我哋嘅貿易業務往來。一落車就會見到廣州交易會啦，仲有流化賓館或者東方賓館。當時80年代初期嘅業務咧，亦都係會通過交易會嚟到開展我哋嘅貿易生意啦。我哋商人咧就係每1分鐘都係錢嚟計緊嘅。2018年高鐵開通之後，由西九龍到廣州嘅南站，車程只係45分鐘，令到我哋更加同廣州嘅商貿嘅往來啦。咁所以我哋會將我哋嘅客戶服務部同埋啲會計部都設立咗喺廣州。大灣區嘅交通樞紐方便快捷咧，令到我哋呢啲經貿人士就係會一個好大嘅喜悅嘅，亦都睇到國家高速發展嘅一個表現。作為中國人，我哋一個好欣慰。如果說綠皮火車承載了商貿開荒的過往，那麼飛馳的高鐵則為新一代香港青年搭建了幹事創業的全新舞台。咁其實香港人北上係已經好平凡嘅一件事啦。高鐵或者我哋話交通啦，喺香港其實交通係好緊要，單止係可以加速到兩地嘅一個交通嘅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咁其實係方方面面，包括退休啊，包括而家生活上嘅一啲連接、民生方面嘅、經貿方面嘅，其實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其實市民見到便利咗啦，咁其實經貿就會自然咁樣過嚟。咁其實我都見到啦，咁同好多美國嘅朋友有講起，咁其實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親殖人嘅一個角色啦，其實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嘢，特別係喺金融啊、法律啊呢方面，其實都可以俾到好多專業嘅人才同埋專業嘅服務佢哋嘅。咁加上其實香港而家都係出名一程多站啦，咁有高鐵咁方便嘅一個交通工具，其實一程多站係非常之容易做到嘅。咁亦都係好多外國人嚟到香港，一開始就可能嚟旅遊先啦，咁嚟了解下香港個情況同埋內地嘅情況，咁其實就會發現到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出發點係非常之舒適同埋非常之合適嘅。高效通達的高鐵網絡，讓陳穎欣在開展兩地青年服務工作時更加從容靈活，也為他帶領香港青年北上交流、拓寬視野提供了極大便利。先後2次啦，就舉辦過咧電商技能嘅交流團嘅，咁就希望咧帶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啦，就去到廣州啦，就跟下廣州嘅老師，尤其係有實踐經驗嘅，咁希望咧年輕人咧，除咗喺即係技能上有所提升啦，亦都可以咧了解下我哋國家嘅發展嘅。咁我記得咧，我帶呢個青年團咧，我都係特別咧安排咗咧。我哋係1程高鐵，1程咧就係直通巴，等大家感受到咧有高鐵嘅好處。48分鐘嘅高鐵車程啦，的而且確咧係令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咧係更加有一個意願啦，更加方便地咧係去內地發展啦。一條經久線漫步內地與香港同心融合時，30年間，從單向北上到雙向復寧，從傳統貿易到數字新業態，兩地合作不斷走真走實。立足新起點，香港與祖國同心致願，共繪長期繁榮新篇章。